以后遇到什么难处来找我就是。我长你1岁，应该由我来照应你才是。彼此照应，不在于年长年幼。我自小孤独一人，能够遇到你，真是我最大的幸运。遇上你才是我的幸运。我日日被关在这儿，要没有你跟我说话，我都快闷死了。殷公主，前面就是月华台了。那个芈月被关在月华台这么多日子，定是度日如年。一想到这个，我心里就好痛快。其实月公主也没有多大的过错，魏后是拿舒公主无法子，拿月公主出气罢了。你懂什么？那芈月是我天生的仇人，魏后在气头上责罚了她，她定会将这笔账记到我头上。给你戴上。嗯，真好看。我来给妹妹戴上。真好看。张仪听说南后近日身子不适，特来探望。我的身子跟张子无关，张子就不必费心了。哎，南后楚王厚我多矣，张仪本该感恩怀德，所以悉心的为南后讨了个方子送来。就算张子讨了仙丹妙药，也治不了我的病症。哈哈哈。正值盛夏，依在下推测，南后患的应该是热症，气粗口干，五心烦热，日夜交替，心躁多梦，饮食不思。就算知晓病症，也不知道病源。病源无非是时令、鬼魅、起居等外源所致。那依张子所看，我的病源是宫内有鬼魅侵入。张子果真神机妙算。南后福慧双修，有上天庇佑，用了在下的方子，定让那鬼魅败下阵去。当真？自然当真。那张子快将方子告知于我，那方子若真管用，我必会重谢。夫人且慢，用我这方子，还需先备下一个药引子。药引子？那东西在何处？就在宫中。我这药方子管不管用，全要看南后那药引子用的是否恰当。快说，那药引子究竟为何物？那药引子就是咱们的大王。芈因拜见母后。因儿来了。母后慈悲，将芈月禁闭在月华台，潜心思过，谁料她竟擅自攀窗而出，悬壁而入，四处游荡，视母后的旨意为儿戏。竟有此事？芈月目无尊长，野蛮成性，我未及时早早对她小惩大戒，以至于她养庸遗患。既然芈月不守礼法，屡屡违逆母后，母后应对她加倍惩戒才是。因儿说的有道理。戴帽，你带人去月华台，用链子把那芈月给我锁起来，我看她还如何攀窗悬壁。是。魁姑姑，我怎么也打听不出来月儿被关在哪里了。奴婢本想找舒公主寻个办法，她和月儿最好，又和微后身边的人走得近。但如今舒公主被禁足在高堂台，连绿萝也被打死了。我要去面见微后。微后视月儿为眼中钉，公子千万当心，不要引火烧身。眼下月儿比什么都重要，子歇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子歇告辞。微后，微后，月公主年少无知，冲撞了微后，
现已知错，望威后开恩，放了月公主吧。芈月若是宫外一野女子，倒也罢了。她是先王之女，大王之妹，目无王法，十恶五孽，样样俱全。公子让我对她网开一面，那以后这后宫谁还遵循礼法？我还怎么管束奴婢下人？我不得不杀一儆百。公子是知书达理之人，该知轻重取舍。月公主虽然莽撞顽皮，但她心地是纯良的。威后不该将月公主视为豺狼虎豹，除之而后快。我想说，芈月罪有多大，她就有多大。这后宫之事与你有何干系？你皇协不过是个太子伴读，竟然大言不惭来教训我，难道你想犯忤逆之罪吗？皇协并非想触怒威后，只是世间之事均有黑白，万事抬不过一个理字。于公，我在整肃后宫；于私，我在管教儿女。这理字还不够大吗？皇公子若是聪明人，就不要搅这潭浑水，自讨苦吃。我是看在婴儿的面子才跟你理论，否则早就把你撵出去了。威后恐怕有所不知，我心里只有芈月，只要她还活着，别人就休想。殷公主，怎么站在这儿不进去啊？威后那里好像不大方便。你这是去哪儿啊？我去膳房取威后的莲子粥。哎，等等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威后要的莲子粥好了吗？殷公主，莲子粥马上就好了。没关系。多熬会儿。上回你们送过去的莲子粥火候不够，还有那莲心也没有剔干净。这回我们仔细着呢，保证不会出差错。那就好，忙吧。是。这月华台在宫外，这么远的路程，饭菜也要膳房里日日送吗？回殷公主的话，这月华台已经荒了多年了，膳房早就没有了。虽说现在有一个人住着，但这膳房厨子一时半会儿也备不齐全，所以这每日的茶饭汤水都是我们这里做好了送过去的。这说远呢也不远，反正就一个人的饭食，就劳烦侍女们每日多跑2趟。